以北门中州农地中卫区这条总长481公尺的紧急农水路改善工程为例，除了路面无搁再破破烂烂，原本路宽5.5公尺，现在已经拓宽到7.8公尺。市长每天伫农业部农田水利署副署长以及这位民代陪同特别到场关心，同时听出地政局长的简报。了解近年来市府开伫农水路改善大约24亿，完成农路甲水路的长度拢达到100公里，已经是全国第一。而且明年预计搁再投入5亿外，持续改善农渔民所挖去的高速公路。在这几年来，我们大概花了24亿，包括配合中央的经费，那来编列我们来从事农水路的改善。那尤其应该是所有县市里面花最多经费来做农水路的。那因为我们主要把这个经费用在农渔民所关心的，农水路就是农渔民的高速公路，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只使用很宽广的国道，但是对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农水路，却是他们最关心的，而且对于他们的农产品跟水产品的运输的安全以及稳定最有帮助的。因此呢，我们不仅是着重于重大建设，对于基层建设，我们也是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做好，那能够让农民、渔民他们东西卖得好，生活过得好，出入平安，驾驶安全，这是我们最重要、最关心的事情。如何让渔民眼中的高速公路更加平坦，让产品的运输更加方便？台南积极争取农田水利署的经费，毛济农渔民相当有感。市府强调，不止中大型的建设，基础建设也要加速改善，增加农民的收入甲竞争力。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